婚姻检举路调查非法处理废弃物的组织，发现讲嫌犯对去年5月份开始加工要改良土质，蹲沙石啊，做一寡农地哦，也毋过说是拢放起厝的废弃物，蹲将近7万吨哦，这嫌犯嘛已经被抓起来咯。满满的因件废弃物，就顶伫咧婚林后尾半花边仔的农地，为去年5月开始。一个细岁的查甫人骗讲要帮助农民改良土质，或者是用囤土税的名义做农地，所甲因件废弃物、有害废弃物直接囤伫农地甲渔运来趁钱。没有领有这个合法的废弃物清理的执照，所以他在清运这些建筑废弃物的时候，他就是跟那个地主或者是跟农民说啊，你有土方需要回填，我可以免费无偿的提供。警方表示，有民众听到是免钱的囤土，就答应细号的主嫌。后来看到家己的农地互人囤因件废弃物，才赶紧报警检举。而且其他的乡镇也有类似的案件。警方测检出管指挥侦办了后，发现原来有真侪废弃物处理场拢是细号的查甫人负责找地找人运作，数量高达67000多公吨，不法获利所得高达3亿元。经本署检察官讯问后，认为何姓主嫌及李姓共犯有羁押原因及必要性，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地检署表示，这个非法处理废弃物的犯罪组织，把废弃物倒伫后尾、仑背、二轮高坑、加斗六的偏僻土地，目前会继续追查不法入狱的流向，呼吁民众若要囤土，爱找合法管道，避免受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